一般人好中意試新嘢，新代表全新、完美無瑕。例如新電話、新 iPad、新書、新屋、新嘅階段，例如開學、返新工、結婚、生小朋友。聖經又點樣講新呢？你係咪覺得世界越嚟越混亂？戰爭、災難、不公，讓人忍唔住想問：呢個地球仲有冇得救？同新有咩關係呢？聖經啟示錄21章1節提到：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聖經直接劇透咗：看啊，我做新天新地，從前的事不再被紀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上帝同我哋親口承諾，痛苦會清零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關係會復和。豺狼必與羊羔同食，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。第三，神與人同住。看啊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，他要與人同住。等等先，咁同今日嘅我哋有咩關係呢？而家嘅你其實係寫緊新天新地嘅人設。耶穌說：這福音要傳遍天下，然後末期才來到。你分享嘅每一份愛，堅守嘅每一份真理，其實都喺度加速緊終極更新嘅到來。今日嘅你可以做3樣嘢：第一，向身邊嘅朋友釋出善意；第二，為絕望嘅人帶嚟希望，話俾朋友聽呢個世界並唔係 the end；第三，活出未來嘅樣式，用環保、公義、憐憫預演新世界嘅法則。記住，你唔係淨係等緊上天堂㗎，上帝邀請你一齊創造呢片新天新地，所以大家記得要廣傳福音啊！加油！